我所有嘅姊妹，記住，你對耶和華神嚟講係寶貴嘅，因為神唔係唔義，所以忘記你嘅工作，同埋你透過服侍同繼續服侍聖人，為佢嘅名所表現出嘅愛。但我哋希望你哋每個人都表現出同樣嘅勤奮，咁樣先可以完全保證。希望到最後，咁樣你哋就唔會變得懶惰，而係效法嗰啲透過信仰同耐性繼承應許嘅人。宣揚好消息嘅女人係一支大軍隊。同樣地，女人應該着住適當嘅服裝，以謙虛同健全嘅心態去裝飾自己，而唔係用編織頭髮同金飾或者珍珠或者好貴嘅衣服嘅風格，而係用適合女人宣稱對神忠誠嘅方式，即係透過善行，讓一個女人以完全信服嘅心態喺沉默中學習。上帝唔允許女人教導或者對男人行使權威，但係佢要保持沉默同埋進取領導安排。以神聖嘅奉獻為目標去訓練自己，因為體能訓練對少少有益，但係精神對所有事物都有益，因為佢對而家同你緊嘅生命有應許。唔好嚴厲批評一個年紀大嘅男人，相反，撫養佢做父親，撫養年輕男人做兄弟，撫養年紀大嘅女人做母親，撫養年輕女人做姊妹，用一切貞潔考慮下真正係寡婦嘅寡婦。但如果有寡婦有子女或者聖子，就等佢哋先學識喺自己屋企實踐敬虔嘅奉獻，同埋向父母同做父母報答佢哋應得嘅，因為呢個係神眼中可以接受嘅。但係你要繼續講啲同健康教導一致嘅嘢，讓年長嘅男人習慣溫和、認真、心靈健全、信仰健康、愛情健康、耐力健康。同樣地，而令年長嘅女人喺行為上敬畏，唔好誹謗神，唔好受好多酒嘅奴役，求啲咩係好嘅嘢，咁佢哋就可以勸年輕嘅女人要愛自己嘅丈夫，要愛自己嘅子女，要心靈健全，要貞潔，要喺屋企工作，要好，要服從自己嘅丈夫，咁樣神嘅話就唔會被人辱罵。同樣地，繼續催促後生仔要保持良好嘅心態，喺各方面都展現出自己係一個優秀作品嘅榜樣，用一切認真嘅方式去教導純潔嘅嘢，用可以批評嘅健康說話，用讓反對嘅人就會被騷擾，對耶和華上帝嘅道路沒乜負面嘅說話。但係姊妹，讓佢成為真正地溫和嘅靈嘅不朽酒色，心中嘅秘密人物，呢個係神眼中有好大價值嘅。因為過去嗰啲希望上帝嘅聖女，就係咁樣裝飾自己，服從佢哋嘅丈夫，就好似撒拉聽從亞伯拉罕叫佢做主一樣。